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。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一條問題，就係1平方米等於幾多平方厘米咧？好多同學仔都以為Sir 咁簡單，1平方米啊，你真係平時老師咁樣教嘅100 cm 都未即係100咯。如果你係咁嘅話，就做計要啲。就係因為咁嘅原因，所以我拍呢條片啦。OK， 好，先嚟睇睇。如果你係咁嘅話，擘大隻眼睇呢幅圖，話到明100厘米啦，佢嘅長，佢邊長係100厘米，闊都係100厘米，因為呢個係一個正方形㗎嘛，呢個位係咪先？話明佢係正方形，就一定係4邊長度相等㗎啦，仲邊度有可能會錯啲咁低啲嘅嘢啊？係咪先？OK， 好，翻嚟，咁100乘100幾多？嗱，唔使計啦，我幫你計埋啦。OK， 咁答案係102平方厘米，係102平方厘米，所以就係嗱咯。嗱，如果考試咁出嘅話，要小心啲啊！一定要小心啲啊！知唔知道？希望今日透過呢個講解平方厘米同埋米嘅關係，會令到大家嘅概念有更加多嘅認識啦。拜拜。